歡迎大家收睇肥虎醫療。今日我哋嘉賓咧就犀利啦，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多謝局長再次嚟到我呢個節目。局長講起大灣區，而家就好多香港人上去大灣區睇病啊、睇牙啊，咁你點睇未來個趨勢咧？呢個大灣區呢個醫療，咁一個國家政策啦，亦都係確實咧係全球都矚目嘅，因為呢個潛力係非常之大，喺各方面都係啊。咁要做到所謂1小時生活圈啊，大家個空間大咗啊，發展嘅力量大咗咧，其實嗰個喺個醫療保障方面咧，亦都係好重要嘅。確實咧，我哋亦都覺得啦嚇，可以俾到我哋嘅市民一啲選擇嘅。即係舉例，我哋個長者醫療券大灣區個試點計劃，我哋都知道而家有啲長者確實係喺內地養老㗎嘛嚇，又或者佢哋會經常會過去嗰邊生活啦，咁啊兩邊都住嘅。咁佢哋喺內地生活養老嘅時候咧，呢個醫療券能夠佢喺內地有啲事業，佢方便咗佢，俾佢個選擇嘅。又例如喺深圳度有2個牙科嘅診所可以用啦，亦都俾咗香港市民一啲選擇嘅。啊，我哋覺得咧就呢個確實係一個好嘅政策，我哋亦都係會好快啦會公布，希望咧個試點計劃會做到9市全覆蓋啦，即係內地9個城市啊，因為而家淨係主要係喺中山啦、廣州，包括南沙區啦，同埋東莞、深圳有啫嘛，即係得4市覆蓋嘅喎，其他5個都要整埋，仲有5個我哋希望整埋啊。咁啊，我哋睇到可能遠啲嘅話，未必咁多嘅個數量可能少啲，不過我哋覺得既然已經做到，咁如果能夠覆蓋埋咧，俾到個市民一個選擇，幾個好事嚟嘅。咁我哋就喺個推動方面咧，因為以往有咗啲試點啊嘛，咁我哋希望呢個成為一個可以幫到我哋啲跨境嘅我哋市民嘅提供嘅方便。